呢個係遲咗一日嘅 2D Mobile Game Development Project Report 啦。首先我呢隻 game 係一個混合型嘅策略遊戲，撈埋咗戰棋同埋射擊嘅機制嘅。呢邊可以見到個遊戲有嘅 game object 啦。大概嚟講，呢隻 game 有兩個 game mode 嘅。第一個就係捉棋啦，玩家要喺一個六邊形嘅地形上邊去對付揸住槍嘅敵人棋嘅。咁第二個模式咧就係單挑模式啦，佢係一個橫向嘅 platform game 嚟嘅。當玩家解決咗絕大部分嘅敵人喺第一個階段之後，就會轉成第二個 stand-off mode 嘅階段啦。呢隻 game 係受到 Shotgun King 啦，即係開槍打棋嗰隻 game 嘅影響啦。但係今次玩家係做個普通 pawn，但係敵人係有槍嘅。第二隻 game 就係 Fight in Tight Space 啦，我係用咗佢入邊啲敵人嘅行動機制嚟作為我呢隻 game 嘅敵人 modifier 嘅。最後就係 Super Hot 啦，俾第二階段 stand-off mode 嘅敵人行動可以隨玩家嘅時間而變到。首先呢隻 game flow 就係玩家係入 game 入之後會直接去咗 main menu 嘅，之後會去咗 level selection 啦，之後會入戰棋模式嘅，之後打正最後一個敵人就會入單挑模式，最後就顯示贏或者輸嘅界面啦。首先當玩家入咗一個 level select 嘅界面之後咧，佢係會見到唔同把劍吊住喺個木架上面嚟做揀 level 嘅界面嘅。呢一個頁面咧係有支持橫向嘅滑動嚟揀 level 嘅，所有 level 都可以直接喺 level data 入邊撈佢個 level 名啦。亦都會隨住有嘅 level 而自己增加新嘅呢啲劍形狀嘅 button 嘅。最近中間嗰個 button 咧會有1.2倍嘅放大效果啦。之後當玩家入咗戰棋模式啦，玩家喺呢個模式入邊可以靠滑動屏幕去行唔同嘅6個方向嘅。敵人對面咧就有啲部分有槍㗎啦。然後玩法就係玩家或者敵人都可以透過行喺佢哋格仔上面做一個食棋嘅動作嘅，但係敵人同時亦都可以開槍啦。而剩低最後一個敵人存在嘅時候咧，就會轉成一個單挑模式啦。單挑模式入邊又係會生成翻唔同高度、唔同地方嘅格仔啦。喺呢個模式入邊，玩家可以用 joystick 同埋一個跳掣嚟去行動嘅。敵人行嘅同時，亦都有機會隨時間開槍嘅。而喺呢個模式之下，個玩家唔做任何操作嘅個遊戲會變得好慢啦，就類似翻 Super Hot 嘅。贏嘅方法就係玩家行到喺敵人身上邊做一個食棋動作嘅。而家講戰棋模式入邊嘅地形生成同埋行動啦。首先呢啲6邊形嘅格仔係由 Hex Grid Generator 去生成嘅。佢哋嘅軸咧就係用一個 array 嘅方式裝住啦。你可以見到佢 QR 代表佢每個格仔後邊嘅數字啦。生成嘅時候可以揀係上邊係尖定係平嘅。我呢隻 game 入邊係用咗上邊係平嘅生成方法啦。而同時喺其他 script 入邊亦都可以 call Hex Grid Generator 根據 radius 啊、extra row 啊、type size 去更改地形生成嘅。radius 就係指佢呢個格仔生出嚟有幾多個向外嘅範圍啦。extra row 就係指喺佢上邊再加多幾多行啦。之後玩家嘅操作係由 Player Controller 去控制㗎啦。呢一個係一個靠滑動屏幕進行移動嘅 script 嚟嘅。玩家可以喺螢幕滑動完之後，個 script 會由個6個方向之中揀最靠近玩家滑動嘅方向，而去移動玩家粒棋嘅。亦都可以喺右邊見到啦，我係加咗啲視覺嘅圖標去同玩家講佢實際之後會行邊個方向嘅。之後咧，每個回合嘅控制咧就係由 Checkerboard.cs 去控制嘅。敵人嘅行動機制就係佢會首先喺佢原生個位度開槍之後再行，再根據玩家合適嘅位置去瞄準嘅。下邊亦都有 turn indicator show 緊係玩家嘅 turn 定係敵人嘅 turn。我亦都加咗少少飛歐嘅 effect，而同時 Checkerboard.cs 都會防止敵人行去同一個格仔上面嘅。下面張圖可以見到啊，當玩家行完之後就會到敵人行啦。敵人首先開槍啦，之後行啦，之後就繼續重複嘅。呢隻 game 係有4個敵人嘅行動模式㗎啦。而家先講喺戰棋模式佢係點樣喐嘅。最普通嘅 pawn 佢係直接行去玩家嘅方向嘅，佢冇辦法向後行嘅，又好似正常西洋棋咁樣啦。佢亦都冇開槍嘅能力嘅。右邊張圖我見到佢行最下邊最靠近玩家嗰格嘅權重係5啦，其他左右兩邊就係1啦。另一個就係左輪嘅棋啦，佢係一個中距離嘅專家嚟嘅。佢係有更大傾向性行去側邊嘅格仔嘅，佢亦都可以射一粒造成1傷害嘅子彈嘅。你可以見到啦，佢最靠近玩家嗰個權重係2啦，側邊靠近玩家嘅位置係3啦，靠遠離玩家嘅側邊就係4啦，而最遠玩家係1嘅。之後就係講 shotgun 嘅 pawn 啦，佢係一個好進取嘅攻擊棋嚟嘅，佢會開槍射3粒子彈嘅，每粒子彈造成1傷害啦。而右邊我見到佢最靠近玩家嘅權重係4啦。靠近玩家嘅側邊係2，
遠離玩家嘅側邊係3，然後最遠離玩家嗰一格係1啦。咁之後就係 sniper point 啦，咁佢會採用一個比較防禦式嘅移動啦，佢會選擇離玩家較遠嘅格仔嘅。咁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雖然都係射1粒子彈，但係佢嗰粒子彈就可以造成2點傷害嘅。咁喺呢個遊戲入邊代表即刻殺死玩家啦，而佢嘅子彈亦都可以穿透1次嘅。咁你喺右邊張圖我見到佢最靠近玩家嘅權重係1啦，靠近玩家嘅側邊係3啦，遠離玩家嘅側邊係2啦，最遠離嗰一格係4嘅，即係佢最大機會揀呢格啦。咁而家詳細講下 A.I. 嘅行動邏輯啦。咁首先佢會揀晒佢周圍6邊可以行嘅格仔啦，然後每個格仔佢都會對於玩家個格仔計一次佢究竟係上下左右斜乜嘢方向㗎，之後就會俾一個 A.I. 個設定嘅權重佢啦。咁即係側邊呢啲數值啦，之後就會抽佢行邊一格啦。咁但係咧，假如有企已經喺上面嗰格咧，咁佢就會 skip 咗嗰一格啦。而開槍嘅機就係由 Weapon System.CS 控制嘅。咁佢一個係處理晒所有槍械啊、子彈啊、瞄準啊同埋視覺顯示輔助嘅嘢。呢隻 game 有3個子彈方式啦。第一個就係單發，第二個就係散彈，第三個就係雷射，即係當俾 sniper 穿透嘅效果啦。咁開槍模式亦都有4款嘅。咁第一個 manual 就係其他 script call 佢先會開始㗎啦，即係每個回合開始嘅時候，我 script 就會 call 一次佢開一槍嘅。咁 line of sight 同 track player 咧，就係俾唔同 modifier 嘅行動啦。最之後 timed 就係喺下邊陣間講到嘅單挑模式，佢會隨一段時間開槍嘅。咁同時呢份 script 都有 targeting visualization 呢個功能咧，就係會選擇佢開槍方向嘅格仔，然後閃亮下紅色嚟提示玩家嘅。咁而家詳細講下開槍嘅機制啦。咁首先呢份 script 會揀玩家嗰一格同埋佢周圍6邊嗰一格，夾埋7個格仔嚟做統計嘅。然後佢會喺呢個格仔個槍持有槍嘅 point 本身嘅6個方向畫條線出嚟，然後佢會計翻邊條線同玩家隔離嗰7個格仔重疊最高嘅。咁呢個淨係會計10個格仔，為咗方便起見啦。咁之後佢計分啦，咁如果重疊最多格就最多分，即係佢陣間瞄準嗰一度㗎啦。咁我亦都有一個 flip extra 嘅功能，係為咗令把槍瞄準左邊嘅時候，即係 angle 大過90或者細過270嘅時候，會做一個上下 flip 嘅，令把槍唔會倒轉啦。咁為咗同時防止粒子彈打中自己啦，子彈本身係唔會撞到佢本身嘅 game object 嘅。咁之後講下敵人嘅 modifier 啦。咁呢隻 game 有5個 modifier 嘅。咁第一個 Temptations 咧就係有2滴血啦。第二個 Confrontational 就係佢會更加進取嘅。咁喺戰記模式入邊，當玩家入咗佢嘅視覺線範圍，佢會即刻開槍嘅。而喺單挑模式嘅，佢開槍間隔會少25% 啦。咁第三個就係 Fleet 啦。喺戰記模式入邊，佢可以行多一次嘅，但係佢仍然淨係會開一次槍嘅啫。而喺單挑模式，佢會行25% 更加快啦。咁剩低嘅 modifier 仲有 Observation 啦。咁喺戰記模式入邊，佢嘅子彈係唔會炸中隊友，淨係會傷害到玩家㗎啦。而喺單挑模式入邊，佢需要嘅瞄準時間減半啦。咁最後一個 Reflex 咧，喺戰棋模式入邊，當玩家喐完之後，佢會重新計最適合嘅開槍角度嘅。而喺單挑模式入邊咧，佢把槍會持續地瞄準緊玩家嘅。而所有 point 啊同埋 modifier 嘅資料咧，喺 point customizer .script 呢個 scriptable object 咧都可以修改嘅。咁之後輪到單挑模式啦，而家講下佢生成同埋移動嘅方式啦。咁首先呢個 Arena 係由 Platform.cx gen 出嚟㗎啦。咁生成咧係有5個階段嘅。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地圖中心生成一個格仔啦，之後會喺右邊延伸6格嘅，之後就會喺地下高2格嘅地方生 platform 啦，之後就會將最右邊嘅嘢搬去晒左邊嘅，複製一次啦。咁之後亦都會生多3個格仔喺度阻住玩家或者敵人行嘅。咁最後就係生玩家同敵人啦。咁玩家就會生喺個地圖嘅最右邊嘅，而敵人會生喺最左邊嘅。喺呢個模式之下，咁 Player Controller 咧就會開多一個 Mobile Control 過嚟俾玩家用 Joystick 同埋嗰個 Jump Button 嚟移動嘅。咁喺呢個階段之下，亦都有一個 Time Controller .cs 嚟模仿緊 Superhot 嘅行動嘅。咁喺呢個模式之下，假如玩家喐嘅話，咁時間就正常流動啦。咁但係當玩家冇喐嘅時候，成個遊戲就會以0.28速度行噶。咁呢個過程之間平滑嘅過渡㗎啦。咁音樂本身亦都會有一個改變佢 pitch 嚟符合翻佢嘅時間變動嘅。而家講下個轉變邏輯啦。咁假如最後一個剩低嘅敵人 prompt 係一個普通嘅 prompt type，即係冇槍嘅 prompt type啦。咁我會將佢轉換成一個左輪嘅 prompt type，而佢個左輪 prompt type會繼承翻原本普通 prompt 嘅
素食同埋 modifier 嘅，咁確保喺最後一個單挑模式之下，玩家係要對付一個有槍嘅敵人啦。咁而家講埋喺單挑模式之下嘅敵人行動機制啦。咁呢樣亦都係 Pawn Controller 多 CS 控制嘅。咁每種 Pawn 會根據佢哋嘅槍械類型有唔同嘅行為嘅。咁佢哋嘅行為同拳種咧就好類似啱啱嘅戰棋模式嘅。咁左輪就係會盡量同玩家保持一個中距離啦，即係2到4米嘅距離。咁 Shotgun Pawn 就會盡量靠近玩家嘅。咁 Sniper Pawn 就會盡量遠離玩家嘅，大約係8米嘅距離啦。而敵人 Pawn 有時候都可以跳嘅，都係用咗唔同嘅 Raycast 去做判斷㗎啦。咁為咗防止一個 game load 得太多，係有0.5秒嘅 interval。咁你可以見到呢啲紫色嘅箭嘴，其實佢 check 緊佢有冇掂住一個地面啦，嚟防止佢跳樓嘅。咁 Shooting Mechanic 都係由啱啱 Weapon System 控制嘅。咁佢嘅機制係會根據玩家嘅距離去盡量將把槍瞄準佢嘅。咁個 tracking 就係由根據呢個 Angular Velocity 控制嘅。咁我 set 係 set 到90度 per second 啦。之後當 Fire Delay 到嘅時候，佢就會停低，然後瞄準㗎啦。咁瞄準期間，佢其實係完全鎖定，亦都唔會將把槍再指向玩家，除非有 Modifier 影響㗎啦。之後佢就開槍啦，開完槍之後繼續重新呢個過程啦。咁 Fire Delay 同埋呢啲瞄準嘅嘢係可以由 Level Data 度改㗎。咁而家講 Audio System 啦。咁呢一隻 game 嘅音效係由 Audio Manager .cs 控制嘅。而呢隻 game 入邊有2種 audio source 啦，第一個就係 music， 即係背景音樂；第二個就係 SFX， 即係音效。音樂系統入邊 main menu 嘅音樂係永遠得一隻嘅啫。而 in game 嘅喺遊戲入邊關卡入邊嘅音樂咧，就可以由 level data 入邊撈出嚟嘅。咁如果冇㗎，佢亦都會喺 music library 撈翻去 default 嘅音樂啦。而喺 BGM 嘅轉換亦都有0.5秒嘅 fade in 同 fade out 嘅。咁下邊同埋另一張圖都見到佢有嘅音效有呢幾款啦。而家講 UI UX 啦，咁 menu 你可以見到呢背景除咗有背景圖之外，亦都有一個 grid 喺度，同埋一啲敵人嘅行動嚟做模擬嘅。咁大約係每3秒求其轉一個格仔嚟 show 一 show 下啦。咁所有 panel 亦都有1秒嘅 fade in 嘅。而家講 in game 入邊關卡入邊嘅 UI 啦。咁首先最底呢度你有見到佢會顯示一個關卡名嘅。然後由於係喺戰棋模式開始先啦，亦都有 turn indicator 去 show 翻係邊個係 turn 嘅。咁之後亦都有個 alarm system， 即係呢嚿嘢啦，會 show 俾玩家睇而家隻 game 係發生咗咩事啦。例如玩家食棋或者咩棋死咗㗎。咁喺 brackets 入邊嘅字咧，即係呢啲 AI type 嘅字咧，係會用橙色 highlight 嘅。咁喺 standoff mode 入邊就會顯示埋個 mobile control 啦。之後背景就會由 level data load 嘅。Pause menu 都可以見到，可以俾玩家重玩隻 game 啊，翻去 main menu 或者刪翻個 menu 嘅。咁贏嘅話就係俾玩家去 next level 或者翻返去 main menu 啦。咁輸嘅就可以叫玩家 retry 或者翻 main menu 啦。然後呢隻 game 有啲特別功能嘅。首先 following camera.cs 會隨住嗰個地形嘅大細而放大縮細嘅。而喺玩家成功食到棋嘅時候，佢亦都會做一啲視覺嘅震動效果嘅。之後為咗防止一啲 level low 嘅問題咧，轉換關卡嘅時候咧，會 delete 晒所有棋同埋玩家嘅。但係喺戰棋模式轉成單挑模式嘅時候，啲 point 就會保留嚟做 transition 嘅啫。咁之後隻 game 都有少少 physics 嘅。咁首先喺戰棋模式入邊，全部嘢都係 kinematic 啦，因為防止佢喺個棋盤上面跌落嚟嘅。但係當去到單挑模式嘅時候，就變翻 dynamic 啦。而死嘅時候亦都會轉成 dynamic 嘅。然後有一個機制就係會選擇距離螢幕最近嘅一邊，之後掉佢出街嘅。而當敵方嘅棋或者玩家嘅棋不幸地跌出個格仔超過10米嘅時候咧，就會當死啦。然後呢啲係有嘅 script 啦，上面即係啲 skeleton 嘅 script 啦，呢7個係啦，下面就係 component 嘅 script 啦，呢4個係啦，然後都有一啲 event-driven 嘅 communication 啦，例如其他 script 可以 call game 嘅就係可以改變遊戲嘅 state 啊，亦都可以改變例如 on victory 呢啲去 show 下個型嘅 UI。而為咗令啱啱射擊嘅方面咧更加準確咧，呢啲 public 嘅格仔，即係啱啱所講玩家附近嘅格仔咧，玩家附近嗰7個格仔咧係由翻玩家本身嘅 player controller CS 去揀嘅嚟同 broadcast 嘅，咁防止翻曲嘅重複性啦。咁最後呢隻 game 一個好強大嘅 configuration 同 scalability 嘅。
由於呢隻 game 嘅好多嘢都係用 scriptable object 度寫嘅啦，例如 level data.cs，即係呢邊每一嚿嘢就可以等於一個 level 就生出嚟啦。我見啦，個 level 名啊、description 啊，佢係實際咩 level 啊，同埋個棋盤敵人嘅有幾多個，有邊一款，有咩 modifier，邊個可以揀，邊個唔可以揀，俾唔俾重複。然後玩家嘅生命值血量啦、單挑模式嘅 platform 控制啦、敵人嘅開槍機制啦。同埋視覺上仲有音樂上嘅嘢都可以呢度改嘅，例如呢度可以改變佢入邊嘅 BGM 啦，同埋個 skyblock 嘅下邊亦都有一格冇顯示出嚟，可以揀埋佢背景嘅。咁 pawn customizer 呢度咧，你可以見到所有 pawn 嘅行動權重咧，其實都可以改嘅。咁啲武裝有啲其他唔同種類嘅武裝出嚟啦。modifier 嘅效果，例如血量幾多倍啊，下邊移動機制啊、開槍機乜嘢就可以改一輪嘅。然後敵人喺單挑模式下嘅行動啊、跳嘅能力亦都可以改嘅。咁基本上成隻 game 就係咁啦。喺呢隻 game 度新加 level 其實好容易啫，只要我 control 加個 new level data 嘅嘢，再下一個 game manager 呢度個 array 塞入去，我就有個 new level 啊。而同時 level 入邊都會多一個 button 啦。咁成隻 game 嘅詳細內容就係咁啦，完。